请水灵教会庄信的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主内敬爱的许牧师和传道跟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来到江南教会，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也在分享之前，也代表水灵教会跟江南教会的弟兄姐妹致谢，因为过去几年当中，江南教会对水灵在许多宣教的事工上面有很大的支持、关心与带导。也愿上帝特别纪念江南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为了水灵所做的一切，也加倍祝福在江南教会当中。我们在分享之前，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于属于我们的日子，是一个主，你为了让我们能够从安静当中重新领受祝福的日子当中，我们齐聚在你的圣殿。因为我们知道礼拜的行动不是单单坐着，而是透过主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行动当中跟随你。主，今天早上就求你的话语再一次领导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催逼我们的心，使我们在领受话语的同时，我们的生命开始有新的转变，有新的看见，并有新的行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与你同行。愿主你的圣灵此时带领我们，使我们不论分享与领受的，都一同从你的话语当中得智慧。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或许我们都不会太陌生。他在谈到关于彼得如何能够行在水面上。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彼得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除了耶稣之外能够行走在水面上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做了一个超越他想象、超越他经验所遇见的事。然而那些事情是如何的发生，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表达了，也描述了。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14章提到，耶稣首先在讲道的时候，有许多众人聚集。聚集的时候，接近傍晚，众人肚子饿了。门徒说：“耶稣，你应当让众人快点散去，让他们好找地方可以吃晚餐。”然而在这里，耶稣说：“没关系，我们来处理。”于是门徒将5饼2鱼带到耶稣的面前。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耶稣透过5饼2鱼喂养了5000人。而我们在经文里面不同的出处也看见，当众人被喂养，他们不只听见了福音，也感受肚子的饱足之后，他们开始期盼耶稣能够成为他们当中的王。于是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耶稣随即就吩咐门徒把船开出去，然而他一个人退到山上去祷告。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门徒按着耶稣所说的话语，于是他们就把船开了出去。还记得耶稣的门徒当中有4位是渔夫，其实他们是非常熟悉加利利湖，也是我们在讲的这个海象，也了解这个地方它的状况是什么。然而圣经当中我们却看见那天晚上当船开出去的时候，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圣经记载着，本来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将船开到那里去，是有一个清楚指标的目的地，然而门徒却无法将船开到那里去。圣经用短短的几句话去形容门徒在那一刻他们所遇见的困难，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门徒有4位是长期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非常熟悉这样的场景，其实他们能够有能力来控制这个船如何能够划到另外一端去。然而在经文里面，他们却被风的缘故，被浪的缘故，在那里被摇撼。短短摇撼2个字，我们可以形容，可以感受在船上的门徒，特别是耶稣4个所谓的门徒当中的渔夫们，他们是何等的无力。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大海当中，在那个加利利湖当中，他们没有能力能够抵达耶稣要他们去的彼岸。所以里面没有记载当下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却看见在门徒坐的船被风所摇撼的时候，被浪所摇撼的时候，是今天在人看来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刻。可以说在浪当中，在困境里面，往往会让人摸不着方向并失去盼望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亲自来到他们的当中，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耶稣走在水面上来到门徒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当学生们看见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
说什么？鬼怪啊，是鬼怪。如果我们那天晚上坐在船上，然后我们已经被浪摇到已经昏头转向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水面上，忽然间有一个物体走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那是什么？门徒直觉的反应表达了我们心中的疑虑，没错，是鬼，因为在常理推断，没人会当，没有人能够走在水面上。然后耶稣来了，他告诉门徒说：“不要怕，是我。”耶稣的一句话，让门徒在被浪摇撼的困境当中，像吃了一剂定心丸一样，明白在他们生命真实的需求当中，主亲自来到他们当中。这段经文里面并不是这样就结束，在那一天在浪当中，耶稣没有回到船边。这个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主啊，若是你的话，让我能够走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我不知道，如果你同在一艘船上，你已经被晃到受不了了，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只要到船上之后，风浪就能平息。圣经当中记载，门徒曾经经历过，在某一次门徒跟耶稣出海，耶稣在船上睡觉的那一天，也是相同的场景。唯独耶稣被叫醒之后，他斥喝风浪，风浪就停。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当门徒知道来到他面前走在水面上的是耶稣，其他的门徒应该有个深深的渴望，是耶稣快点来到我们的船上，让我们能够平静下来。但是却有一个很特别的门徒，他在那里提出一个逆向思考的要求，是：主，若是你让我走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随即回应彼得说：“你来。”于是彼得就跨出了船，他走在水面上到耶稣那里。圣经有没有讲说彼得到底走了几步？没有，但是我们看见刚刚经文里面说，当他走的时候，因为看见风浪甚大，信心动摇，于是就沉下去了。将要沉下去的时候，彼得喊着说：“主啊，救我！”在那一刻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做了一个动作，他随即伸手拉住他。每次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都带给我一个深刻的图像，就是当我们的生命真实在这个世界所经历、所遇见许多撼动我们生命，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找不到方向的苦楚当中，那爱我们的主亲自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今天早上我期盼透过这段经文与主同行的题目，与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反省思考，在我们认识上帝这段路程当中，我们是否也曾经经历与主同行的平安？是否在我们所言论表达，我们常常所要呈现的信仰当中，我们是真实经历了与主同行的祝福，而不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在那边跟上帝哭喊说：“主啊，救我，帮助我。”我期盼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当中更深刻的看见，一个真实跟随上帝的人，在我们生命所遇见的苦楚中，我们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苦楚里面，只单单的在那里跟主说：“主啊，帮助我。”而是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带着信心跟主说：“主，若是你让我经历你的同在。”与主同行是神的祝福与应许。今天早上，我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与主同行是丰盛的应许，好不好？牧师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告诉你隔壁的弟兄姐妹，提醒他说：与主同行是丰盛的应许，好吗？谢谢你们愿意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提醒，没有错。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与他的同行是丰盛的应许。那一晚，门徒在伸手不见五指，在一个缥缈的大海当中，他们失去了方向，他们被浪撼动，他们的生命在那里快要失去盼望的同时，他们只能期盼黎明的到来，他们能够找到方向。然而耶稣却主动的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耶稣用一个超过人能想象的方式，他行走在水面上，走到门徒的身旁。耶稣主动的进入门徒的困境当中，对着门徒说：“是我，不用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仍然有遇过许多的苦境、困难与挑战？也是否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就经历了这样子的处境？
是否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仍然在生活里面常常失去了盼望，然后你总是只是停留在那里，期盼上帝成为你的帮助？我想今天早上耶稣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不用怕，是主亲自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与主同行是上帝首先的应许，他透过这个应许，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爱的印记，使我们能够经历并感受他同在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坐着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能够在生活当中真实经历与感受的祝福。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在信仰的内在当中深刻的知道也明白，这是上帝对我们生命当中最丰盛的应许。他应许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能够抬头仰望他，能够经历他同在的祝福。在那个晚上，当门徒的害怕的时候，唯有彼得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邀请，他对耶稣说：主啊，若是你，请使我能够走到你那里去。与主同行不是一个教会当中常常彼此祝福的话语，彼此鼓励的话语，在别人的痛苦当中你就告诉他：哎呀，你不要担心啊，上帝会跟你同在。不，与主同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所遇见的处境当中，勇敢的面对我们的信仰，并认真的对爱我们的主提出我们生命信心的提问。主啊，若是你，请让我走到你那里去。主，若你是真实存在的上帝，求你让我经历你的同在。彼得在那一天，他所看见的不是耶稣回到我的船上，使风浪能够平息，使船能够稳定。他更深刻的期盼他的生命能够经历，能够感受，能够明白神的祝福是如何超越他的想象。现在弟兄姐妹，你觉得一个人能够走在水面上吗？你觉得可以吗？我们都知道不行。难道彼得不知道人不能走在水面上吗？难道一个从小到大在海上面讨生活的人，他并不知道人不能走在水面上吗？彼得的提问当中带了最大的盼望是：主，让我不只是看见你走在水面上，使我也能够经历你走在水面上的平安与祝福。有一个故事这么说，他说有一个富翁，有一天他的新家要落成之前，他请了一个画家为他画一幅充满平安的画，要挂在他的大厅当中，成为祝福。于是这个画家告诉他说：没有问题，什么时候交货，我把图带到你的家中。如约，这个画家就把这个图带到富翁的家里面，并挂上去。在揭幕的那个时候，那个富翁看见画家的画，一开始他是充满了怒气，因为画家的画里面竟然画了狂风暴雨。这个富翁说：我是要你画一个平安的图，你是要触我眉头吗？意思是我的家新家落成之后鸡犬不宁，我们的家要活在这样的风浪当中吗？这个画家要这个富翁暂且别生气，他说：请你仔细看看这张图。富翁仔细地搜寻这张图的4个角落，感受这张图的意境。他看见在这个图当中，在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个树枝上面有一个鸟巢，在鸟巢当中有小只的鸟与母鸟在那里。那个画家在那个表达当中，他要富翁深刻的明白，平安并不是生命当中一帆风顺，真实的平安是在任何的风浪当中，人能真实经历上帝与他同在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与主同行是一个你愿意向着上帝说：主，若你是真实的主，就让我经历你的同在，并且用你的信心迈开你生命的脚步，而不是停在你信仰所认为安全的地带当中，去思考上帝怎么样按着你的计划来祝福你。2008年我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受派到水灵教会。那时候抽签一抽到，我很高兴的就传简讯告诉我的师母说：我抽到水灵教会。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那一年嘉义中会只有1支签，所以抽到中会就知道我去的教会在哪里。过3分钟之后，我的师母回传一个简讯告诉我说：恭喜你，你抽到一个只有8个人聚会的教会。当我去那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前一周我们家当都搬下去，我们坐在礼拜堂的后端，和师母一起听着台上主托传道最后一次的讲道。在那个聆听的过程当中，我的眼泪快要掉下来。其实不是感动，是惶恐。在那一刻，我深刻的感受到上帝，你应该是搞错了吧？当你2000年的时候，你呼召我，
你要我能够在1997年的呼召，我要我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为了你来做这个世代当中年轻人生命的工作。你要我对着他们来传讲你的话语。于是我在神学院当中，透过大学，透过研究所，也在工作当中不断累积一个经验，就是我要如何服侍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但是当那一天我坐在那里做礼拜的时候，往前望去，前面只有8个白发苍苍的长辈，教会里面连一个小朋友都没有。在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挣扎。主啊，是这里吗？主啊，是这里吗？我记得我在水灵的一开始，其实心里面充满挫折，因为我觉得上帝搞错了，一定是抽错签了，那个地方一定不对。在我刚去水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过去认识的教会开始就打电话来邀请，他说：“庄传道，我们等你拿到牧师资格之后，你可以过来。”那时候常常跟我的师母分享说：“应该是那里吧，应该是这里吧，应该是那里吧。”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年轻人符合着主你当初呼召我的形象。我的思考当中，站在我的角度里面，我在思考主要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经营我的生命来服侍你。然而上帝却在那个人看作已经快要熄灭的教会当中，神亲自提醒我，是我要你用我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来荣耀主的名。在那个服侍当中，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然而上帝开始带领第一批的主日学学生来到教会，于是我们开始做儿童牧养的工作。隔年200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青少年的礼拜。在那里，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若你真实要我在这里服侍这些年轻的生命，求你帮助我在青年崇拜开始的3年之后，我们教会能够有超过50个儿童青少年。我就知道，主你要我在这个乡下没有资源的地方服侍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感谢上帝，我们教会隔年我们的礼拜就已经超过50个儿童青少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与主同行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经历丰盛恩典的祝福。不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当中一直在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应当怎么祝福我？”而是我们进入神的计划当中，让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同在。与主同行是一个动态的行动，不是一个坐着聆听就能够结出果子的答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有坐着礼拜、聆听、等候，于是我们的教会就能成为社区的帮助。耶稣要呼召更多的人在这个世代当中，带着你信心的疑惑，却带着对上帝完全的相信，踏在水面上去经历上帝如何使你能够看见超越你想象祝福的开始。彼得的信心没有成就了他走在水面上的事实，但是彼得的信心却成就了他眼睛所看见的可能。他勇敢地带着信心对主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在水面上，使我能够到你那里去，使我能够真实地与你同行。”是上帝的大能，是耶稣基督的祝福，让彼得能够踏实地走在水的表面上。因着彼得的行动，他是12个门徒当中唯一一个跨出船而走在水面的人。今天的教会最大的困难是更多的基督徒喜欢坐在船里面等耶稣上船，说：“主，你快点来。”但是缺乏更多的基督徒像彼得一样，带着信心跟上帝提问：“主，若你让我成为你的孩子，我如何能够真实的成为光与盐，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真正的祝福？”水灵是一个弱小的教会，在人的眼中它有很多的限制，然而上帝却让来到教会的年轻生命因着他们对上帝的渴望而开始经历上帝祝福的同在。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来到教会当中真正的遇见了上帝，而真正的改变之后，身旁的邻舍开始感受到教会的不同，开始领受到神祝福对我们生命多大的差异。我记得我在教会做领袖训练的时候，我曾经叫我们的教会青少年去我们的街坊邻舍做田野调查，绘制街道图，做属灵地图。当我们的孩子出去的时候，他们开始访问街坊邻舍：“你知不知道水灵有一个教会？你知不知道水灵教会在哪里？你对教会的观感是什么？”我都记得那天下午的时候，当我们讲完该怎么做之后，这些孩子分组之后，带着喜乐的心就走出去。他们希望在那里可以绘制一个很清楚的地图，属灵地图我们的资源地图。然而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每个回来的孩子，他们的脸上都失去笑容。
原因是他们说，当他们去访问邻舍的时候，却发现很多邻舍其实不知道教会在哪里。教会已经在那里50多年了，他们却不知道教会在哪里。甚至在离教会不远，往前还没有到 7-Eleven 的前面有一个水果摊的老板，竟然跟孩子说：“我不知道教会在哪里了，你不要吵。”他快点把孩子赶走。但是当这些孩子带着信心去经历上帝的时候，我记得去年我到那个水果摊，就是那个老板离教很近的那个老板，去跟他买椰子水的时候，那老板却跟我说一句话。他说：“牧师，你们真的做得不简单。你们去教会的孩子，每个人生命都改变好多。我们在这边看到去你们教会的孩子，他们的生命都被改变了。”我在那个当下真实的感受，原来每个来到神面前的生命，当他们愿意带着信心的脚步去跨出他们的限制与框架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经历之外，也能够带给人一个生命的盼望与一个全新的看见。当这些孩子从他们原生的家庭当中，许多是中低收入户的孩子，许多是家庭功能不完整的家庭，这些孩子生命过去充满了破碎，却因着认识上帝而开始真正活出自己样式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开始对社区带来深刻的影响。现在弟兄姐妹，牧师鼓励我们能够再次省思我们的信仰。我们认识上帝这么久以来，你曾经迈开你信仰的脚步，走在上帝要给你那最美的祝福上面吗？即使那在风浪当中是一个你不确定的道路，你却愿意跟随主吗？那天当彼得对耶稣提问之后，耶稣如何回应彼得？圣经里面讲，耶稣只告诉彼得说：“你来吧。”每次我看到这样经文，我觉得充满了激励。耶稣没有用任何的价值判断彼得对他的提问。耶稣并没有按照世界的价值说：“同学，你才跟随我几年而已，对不对？你少说要多练个几年，对不对？之后先从钢索能够走完才能走鱼线，最后才能走在水面上。”耶稣并没有用世界的角度再告诉彼得说：“你非得要经营某一种生命，要有某一种资格，要有某一种高度，于是你的生命才能走在水面上。”耶稣只单单的对彼得回应说：“你来吧。”带着你的信心来吧，因为在我的邀请当中，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分别的差异，因为在主的眼中，每一个被救赎的生命都有独特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归在我的教会当中，这些长辈他们常常告诉我一句话：“牧师啊，我没有读书啊，牧师啊，我拙口笨舌啊，牧师我不会传福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常告诉他们说，上帝从来没有呼召我们怎么去传福音，但是他要呼召我们怎么样活出真正救赎的盼望。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告诉别人上帝怎么爱他，但是你要怎么样活出上帝已经很爱你，于是你充满喜乐的生命。上帝的呼召，上帝邀请我们去走在这个水面上的道路，从来都没有条件的限制，没有说你要读过几次圣经之后，你才有足够的根基，你才能走在水面上，你才能经历我的祝福。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是否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带着信心走出我们信仰的舒适圈，在耶稣的邀请当中就踏上那个最美的道路上面。我是一个牧师的孩子，我从小到大最不想做的工作就是牧师，因为我知道在教会牧会的工作的辛苦。于是我在毕业的时候，我总是跟上帝讲说：“上帝，我想好我要去哪里。”所以2008年毕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自己的计划，我希望能够到大专中心去工作。我也私下都找好牧师，都讲好了一切的条件，所以那年他们推荐我就可以去大专中心。然而上帝却在那里告诉我一件事，那个信心的行动不是走在我的计划里面。这几年，当我有机会受邀到教会去分享一个教会怎么样从8个人到2场聚会能够超过100个人聚会的小小的教会，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教会当中有多少的人怎么样做，而是我常常感谢上帝，他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8年的服事当中重新被拆毁一个以为服事必须怎么样去经营的态度。上帝让我在那里重新明白，服事只有一件事，就是顺服爱你的主，就是带着信心的脚步跨出去。2008年，当我在水林服事的时候，我记得当我就任的时候，有一位中会的长辈，一个牧者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庄传道，你不要担心啊，因为这个教会每个月的奉献不到1万块钱，但是他们有
40几年来有120万的存款。这个长辈拍我的肩膀说：“庄传道，你不要担心，大家讲你莫烦恼啦，反正你做3档啊，这100-2万吼，切的拄啊好。啊，3档以后3年之后，可能教会的长辈都差不多了，啊，你就看上帝要你往哪里去。”是人的眼中，人的角度里面，我们在评估、在判断的，往往是用我们在被这个世界所教育的模式跟价值观，在思考判断神的国如何在这土地上成就。而上帝却开始在提醒，也告诉我们，在他的计划当中，在他的邀请里面，是要我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他。我们看见4福音书当中，每个被耶稣邀请的门徒，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放下一切跟随主。他们的生命因着放下的跟随，因着真实的行动而领受，看见生命超越他想象的祝福。当耶稣对彼得说：“从今以后我要你得人如得鱼”的时候，那句话不是彼得能想象的。但是我有在使徒行传当中彼得的讲道，那天让3000人受洗的时候，我相信彼得深刻的被撼动那一次耶稣对他说的话语，只因为他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爱他的主。那一天彼得走上去了，那天彼得按着耶稣的邀请说：“你来吧。”于是他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接着圣经告诉我们，在那条路上，彼得因为风浪很大，于是失去了盼望，就沉下去。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耶稣怎么样责备他，但是我们却看见耶稣用一个行动，他立即伸手去拉他。然后耶稣对着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我青少年时期看见这段经，我觉得是一个责怪，就你都已经让你这样，你怎么还会害怕？而当我在慢慢长大的时候，在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却看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爱的样式。他在告诉我们说：“孩子，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何等的爱你，我怎么会让你经历你无法承担的处境呢？”那天耶稣没有让彼得多喝了2口水才拉他上来，而是随即伸手拉他离开他的处境，就好像耶稣在门徒在水面上被浪撼动的同时，他主动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的祝福与可以看见的盼望。今天主要告诉我们，跟他同行是一个可以经历的祝福，是可以经历的，弟兄姐妹是可以经历的，好不好？帮牧师再次鼓励你身旁的弟兄姐妹说：“让我们一同经历神的祝福。”感谢，我看见很大的盼望是弟兄姐妹愿意彼此的鼓励。没有错，我们会害怕。彼得带着信心去走，他跌倒了；彼得带着信心去走，他沉下去了。但耶稣却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很喜欢保罗在圣经里面所写的：“我夸口我的软弱。”因为唯有在人的软弱当中，人才知道自己的限制，却也才能经历神无限的同在。彼得的软弱当中，使他遇见的不是被水淹死，而是被主扶持。即便他带着信心，他带着软弱去经历，却上帝也没有离弃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上帝从来不计较我们会跌倒几次，但是他却期盼我们能够不断的跟随他。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是在家里面的聚会里面，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我们夸着口说我有信心，而是你能够真实的踏出你的脚步，去经历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与主同行吗？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要停在这里，是一个上帝再一次对我们生命的邀请与呼召。你愿意与主同行吗？你愿意吗？从此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听见的领受，而是真实在面对上帝邀请真实的回应。于是我们在说 Yes 主我愿意的行动当中，我们就开始向着一个全新的计划开始前进。与主同行永远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与祝福。昨天我跟盛凯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说感谢上帝，在08年到现在，上帝让我知道一件事情，一件我从小就知道，但是我却到30几岁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的道理，就是神是丰盛公义的上帝。从小我的母会就是一个中大型的教会，我所实习的教会都是一些有规模的教会，所以在每个服事当中充满任何所需要的资源，只要报告就可以得着。
然而08年的时候，在一个完全没有资源的地方，神却让我看见，当人愿意迈开他的脚步，接下来人的生命当中就开始一起往前行。08年，当我第一次开长执会的时候，我对教会的长执同工提出挑战。我说我们应当怎么来做社区的服事。我的长执同工并没有很大的信心，他只跟我讲一句话说：装传道你可能不能把台北那套拿来乡下用。他不是刻意要告诉我，也泼我冷水，他们是在表达一个他们对处境的忧虑。因为教会只有120万的存款，教会的奉献很少，他们又不知道这个刚来的传道会不会把教会的钱花完之后拍拍屁股就走掉了。因为过去他们一直以为这个教会上帝已经不爱了，这个教会从50-60个人聚会凋零到只有7-8个人，之后教会感觉要关门了。而上帝却透过我在神学院当中的一位学弟简志仲弟兄，他在过世之前，他交代他的师母要将一笔的奉献给水灵教会。那个时候，当我们收到奉献的时候，我把这个划拨单交给我们的长老。我没有办法忘记我们长老在那一刻他的表情，因为他说他以为上帝已经不爱这个地方了，然后他却看见一个已经回到父神面前的弟兄，他在家庭不富裕的状况下，他却愿意将10万块钱奉献成为这个教会宣教的基金。从那笔奉献之后，我们教会所有的长执同工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传道该怎么做我们就做，不够的时候你告诉我们尽力奉献。然后他们讲了一句更有信心的话，他们说因为他们深刻的知道在不够的时候神会亲自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与主同行吗？那是一个极度丰盛的开始，那是一个超越你想象的计划，那绝对不是一个你用目前世界的眼光能够衡量的祝福。但是你必须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它是一个跳脱这个世界的价值，它是一个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思维，但你愿意经历吗？你愿意经历吗？他可能会先要你放下这个世界物质外在许多我们认为平稳的需求，但却在我们信心的脚步中，我们能够重新经历神的祝福。你愿意与主同行吗？我想这个问题成为你我再一次思考的问题。不论我们受洗到今已经几年，但是却要我们重新认真的面对上帝对我们的邀请。如今信仰不是一个你相信就够的事情，信仰不再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而是生命真实的经历与上帝真实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在彼得的行动当中，我们再一次经历了你的祝福。我们看见人不可能走在水上，却在彼得信心的提问里面，在主你的邀请应许当中，他真实经历了。我们带着渴望，却也带着害怕，要对你说：主，我们心里有点愿意，但确实有我们的困难。然而我们却深知爱我们的父神，你深知我们的处境，你也深知我们生命的软弱，但你却要使用每一个愿意却软弱的人，你却要使用每一个虽然带着信心却又疑惑的人。因为主，你要我们迈开我们的脚步，去经历、去感受、去真实的明白，你要如何使用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祝福。父神，恳求你亲自施恩在每一位今天早上一同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身上，使我们的信仰不再只是听，使我们的信仰不再只是认知，使我们的信仰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真实我们经历你同在的祝福，而是一段我们真实为主你写下信心故事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彼得所经历的，门徒所经历的，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是过去如何你应许他们，今天你相同应许，既若愿意带着信心跟随你的人，我们就再一次同在你的祝福当中明白你的恩典。天父，求你加恩典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使我们真实的感受、真实的经历，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真实的走在水面上，并且经历你同在的祝福之后，我们活出带有影响力的生命，我们活出一个符合主你所喜悦、成为光与盐的生命。特别恳求主你带领这样的教会弟兄姐妹，使我们更深刻的去看见你如何呼召我们的教会在这个
桃园的地区成为最大的祝福，成为祝福的出口，成为恩典的出口。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每一个愿意跟随的行动当中，一起经历你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请让我有一点点时间为了弟兄姐妹来做一下教会建堂的简介。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介绍水灵教会。水灵教会是在1961年，就是台湾备甲运动的时候所设立的教会。那时候因为水灵地区开始有基督徒每个礼拜要走8公里的路程到北港教会聚会。当基督徒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位吴反长老就跟北港教会提出说，水灵应当设立一个教会来成为福音的据点与祝福。所以1961年4月25号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乐队敲锣打鼓当中，我们就在街道上成立了我们的布道所。之后神的恩典让这个教会从零开始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所以原本租的那个房子已经坐不下了。于是1963年的时候，教会就建立了新的教会，也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水灵的时候所看见的礼拜堂，就是1963年到今天已经53年的一个建筑物。1963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教会其实人蛮多的。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知道，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过去从农村时代，其实很多的孩子在教会，所以那时候常常的聚会当中，都有很多的年轻人聚会在里面。然后随着时间的关系，随着台湾经济的转换，我们也看见这个过去曾经有很多弟兄姐妹聚集的教会，却面临了人口出走的问题，年轻人出走的问题。这个教会逐渐的开始视为人数变少。2008年我收票到水灵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教会有16个成人会员，不过平均聚会的人数是8个人，平均聚会的年纪是67岁，这当中包含我们有一位的执事是37岁，所以他可以把平均年龄稍微往下拉一点点。那个时候教会没有任何的儿童跟青少年，坦白说，在许多人的眼中，这个教会其实是已经接近要关门的教会。不过我们却在人眼中看为属灵的沙漠，在那里经历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云林县沿海地区最多的是公庙，最多的是老人，最多的是贫穷的问题。在那里为什么福音过去很不容易传递，是因为在那里有许多经济与外在环境的限制。然而在人眼中不可能成就的事，在神的手中却能够超越人的想象。这张照片是我们今年我们新春礼拜的时候的照片。感谢上帝，这个教会逐渐的改变，也开始成为社区的祝福。去年我们的教师统计，目前我们有64个成人会员。这几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从社区开始认识上帝，有很多儿童青少年开始认识上帝，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开始为上帝活出祝福的样式。我们曾经有一个社区的妈妈把她的孩子带来教会，我们就很好奇问她说：“妈妈，你怎么会想要把孩子带来教会？”她说：“我认识你们教会的某某人，他小时候超级白目的。但是我觉得他既然能来教会能够变那么多，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改变。”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这样子的见证是街坊邻居看着孩子的转变，他们开始对教会有很多的好感，而且他们开始不排斥孩子来到教会。我们目前台语主日礼拜平均聚会是65个人，我们第2场的儿少礼拜平均聚会是55个人。那我们每周大概有70个儿童青少年会参与在教会所有的活动跟敬拜当中。那这几年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到外地求学，所以这个人数一直都持平这样子。因为有进有出，神就是一直带新的人进来，我们一直将新的祝福带给这些年轻人。在去年我们教会因为建物老旧的关系，因为使用52年了，所以我们认真的考虑我们需要重新做一个整修。这个整修包含防水的工程，因为壁一直没有办法止住，所以我们讨论过之后需要做整体的整修。然而在整修的过程当中，我们遇见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这个困难是来自于我们的地主。这个原因是因为过去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在早期的时候教会要建堂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就愿意把土地捐献给教会来做教会的建地使用。不过一直都没有做过户的行动。然而后来长老过世了，民国88年的时候，他的孩子就来告教会说我们侵占他们的土地，于是要教会拆掉赔他们钱，要教会能够移走。感谢上帝，在官司当中，从民事的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法官透过会议记录，透过人证等等的证据，法官清楚的看见这个教会并不可能是侵占，也不可能是违建，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建一栋建筑物比土地贵很多。在经过多方的考量之后，地方到高等法院，法官都判准教会胜诉，
教会能够继续使用，并且法官记住着要这个地主能够承接父亲捐献土地的遗愿。不过地主并不这么认为，他要这样子来捐献，所以88年他们败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都不出面处理土地的问题。然而当我们开始整修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他们就开始用很多的方式阻挠教会。不过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透过法律的关系要教会停止，因为建物是教会的财产，所以他们只能透过政治力的施压去阻止教会进行修建的动作。刚好地主的姐夫是前民进党立法委员，在云林县，他们就透过政治力的施压，要县府在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上面要教会停工，不能再施作。确实我们在当初修建整修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疏忽了，因为我们忘记其实每个修建的动作是需要先对政府提出修建的申请，因为我们都觉得教会自己修建简单而已。然后在法规上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被停工。在人看见很大的困难，我们教会那时候弟兄姐妹觉得为什么我们教会连自己整修都要遇到这么大的苦楚的时候，上帝开始带领我们有新的看见。上帝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遇见困难的时候，神关了一扇门，何不开一扇窗？所以去年当我们在认真思考教会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真实要面对的问题，就若这个教会建物那么老旧，每10年整修一次，地主就不断的来阻挠的时候，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我们教会70%聚会的是儿童跟青少年，我们为了下一代他们聚会的场所思考，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个历史的责任。因为过去我们的长辈们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完全告一个段落，所以上帝也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承担，在这个地方重新做一个建堂的思考。所以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在附近买了一块130坪的土地，我们未来预计建3层楼160坪的新堂。不知道这里可以点那个动画接下来有一小段的动画是建筑师在第一次设计的时候教会的一个外观设计，那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未来的教会大概很简单的建筑物，因为我们希望教会不要用得太华丽，所以我们会透过清水模的建筑，然后但是透过一个比较特色性的建设，成为一个地方一个新的指标。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未来的空间，不论在社区的事工上面，在福音的事工上面，都能成为社区的祝福。目前我们做很多的社区工作，其实都是期盼让社区真正需要被帮助的家庭能够来到教会。我刚刚有提过，我们教会80%的儿少都是来自中低收入户、新移民家庭，或者是家庭功能不完整的家庭当中。所以当教会开始服侍这些孩子的时候，上帝开始带领我们需要一些空间的转换跟变化。那相信在新堂未来的设立之后，整个的空间使用上面会对社区带来更大的祝福，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在办活动的时候，更多的孩子能够进入教会。过去我们每一年的夏令营基本上都是限量的发售，因为我们教会太小，只能做80个孩子，加上同工120个人就是极限。未来我们的新堂会有40坪的礼拜堂，会是现在的2倍。我们相信因为这样，我们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在暑假、在寒假、在活动的时候，我们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然而在建堂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遇见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教会有70%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孩子，然而其他的长辈却也不富裕。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相同的看见，我们未来希望在这个建物加土地上面，我们尽量在2200万之内能够完成这个建筑物。我们目前已经知道要花864万买这个土地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我们希望用来做教会的起造使用。我们教会过去有大概接近300万的建筑基金我们教会过去2011年的时候有买了一栋社区宣教中心，未来也会把它转售出去。那这样子也只有900万。于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了教会来努力？所以我们定了一个基甸300的行动，而且弟兄姐妹用1口1万块的方法，大家来认领。感谢上帝，不只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人愿意认领，我们很多国高中的学生也愿意认领1口1万块。虽然对一个很经济困难的孩子是一个大数目，但是他们透过每一个月奉献200块的行动，奉献50个月，或者是每个月奉献100块钱，奉献100个月，他们也都能够在行动当中参与在建堂的事工上面。我们算一算，这样子我们教会硬挤能够挤出1200万大概只是我们教会的极限，所以我们也仍然需要对外募款1000万。
那感谢上帝，在第一时间我们的款项上面有几间友好的教会，他们愿意无息贷款的方式，先借我们接近1000万的款项。我们也希望未来在对外的募款上面，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也愿意在行动当中来支持这个教会，他在空间的需求上面，也在整个需求上面能够透过弟兄姐妹的爱心来扶持。那我想在这里不仅是要跟弟兄姐妹募款，我跟牧师更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这个教会。我想对我们来讲，这几年当中深刻经历了一个祝福，就是教会当中最美的资产，并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建物或者有多少的存款，最美的财产是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与祝福。过去8年当中，我们深刻的经历神透过不同地区的弟兄姐妹一同为了这个乡下教会的祷告而成就了福音的工作。从来都不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多大的能力，而是背后有很多跨教会、跨区块的弟兄姐妹一直为了这个乡下宣教的工作来祷告。所以牧师特别要邀请大家，如果您在灵修当中，也请你为了水灵教会来祷告。不只是建堂的需要，我更期盼弟兄姐妹能够为了我们在宣教的事工祷告。我们有个意向，就是我们要继续在教会当中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受洗。在乡下教会，其实我们的目标不到，我们1年希望有10个人受洗。因为我们希望明年完工，当我们整个完成的时候，我们进到新堂的时候是足够有满的人坐进去，而不是一个空荡荡的礼拜堂里面只有少数的人去感受那个神的祝福。所以好不好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这事，也让上帝的祝福特别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成就这个教会被上帝所设立最美的使命。再次谢谢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过去的支持、关心与代祷，愿上帝加倍的纪念你们的付出，也特别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为这个桃园地区最美的祝福，在我们各自的职场当中成为主的光。谢谢大家。